教育部为了要鼓励幼稚园课程加入本土语言，征求教保员设计台语丁宝语的教案。去年摕到台语特优奖的是这彰化县大溪幼稚园所规划通拖米小吹。这教保员用校园内面的通拖做主角，设计台语绘本，让囡仔伫咧大自然当中会当自然讲台语。通拖米小吹，到底你是个有偌济？幼儿园老师用生活中囡仔会当看到的通拖做主角，设计台语的道具，让囡仔会当伫咧生活中自然讲台语。画这本台语绘本的是彰化县大溪幼儿园的教保员柯玉山，伊这本通拖米小吹台语绘本，也摕到去年教育部本土语课程资源评选的台语特优奖。因为阮住较庄脚，所以囡仔伫生活当中常常看到遮真侪通拖，囡仔看到因时阵就有兴趣，想要掠转来耍。阮希望伊会使好好疼惜遮的通拖。柯玉山讲，伫咧彰化地区，真侪阿公阿嬷拢是用台语交流，所以囡仔基本上是听有台语的。现在需要做的是鼓励因讲台语，除了家己画台语绘本做教材，也伫咧课程中设计台语游戏，让囡仔自然讲台语。几只？教育部对111年开始推动本土语教保活动课程教学资源评选的计划，鼓励幼儿园甲台语、客语和关注民语自然加入日常的教学，征求教保员以个人或者是组队报名参加。那幼儿园它本来它就不像是国中小，它有那种既定的课程，它本来就是老师自行在发展。那所以我们当时要去设计这些教案，就是希望能够放在网络上，那老师可以自由。他可以去下载来去做个运用。教育部提起今年本土语教学资源评选的计划已经开始啊，报名的时间为期1个月到3月底结束。教保员会当以囡仔歌、绘本、漫画或者是教案的作品来报名参加，还有机会得到奖金。希望鼓励幼儿园的老师替囡仔打造趣味的本土语言环境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